欢迎收看《校长太上古》，有花太假多。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长阿忠古，乡下的老校长人大最古。今日我哋老大家乡下来分享一个同生活嘅主题。一年啊有365个日咧，當然可能都會當特別嘅日咧。你會準備一條嘅驚喜來慶祝呢個日咧。唔過呢驚喜冇準備好勢啊，就變咗驚日。今日我哋有請到50後生人老大家分享下佢哋對節日嘅想法，韓國嚟樣辦嚟過節，掌聲歡迎。首先有請到係志怡。大家好，我係對節日充滿期待，不過又驚輸送開嘅志怡。好，聽一首有請係李嘉。大家好，我係最後過節又最後幾百棟都驚喜嘅李嘉嘉嘉。等下來談準備哪條驚喜，到底係驚喜也係驚日，等下上來談。第三個老大家分享嘅係羽權。嗨，大家好，我係好歌平常時用心講嘢嚟嘅阿權妹，唔過 T P 嘅嘢唔好歌哦。T P 嘅嘢到底係乜嘅？等下再嚟講一下。T C 頭老大家小嘅係阿仁妹。大家好，我係看起來動好高，唔過我過節發動大跳嘅阿仁妹。看起來輕鬆講化療呢。真件。最尾嘅有請係小虎。嗨，大家好，我係特別就要利用過節來飲酒太醉嘅小虎。要請大家嚇。係啊，好啦，今日我哋要討論嘅主題就係過節，還有慶祝呢條嘅話題。大家先問大家吼，即係你係一隻好過節嘅人冇？傾訴一下好冇？係好過節嘅人就傾訴一下。你當初有一個人唔好過節呢？阿權妹做乜唔好過節？係，因為我知道過節係一件都麻煩嘅事情。老朋友過節，而老朋友準備禮物，自家過節自家又想咧嚇，我等下會數到乜嘅驚喜當等人講。嗰種我係咧平常時就盡量過平常時嘅日咧，我當時有 T P 嘅過節日。嗰種兩種唔同大條嘅過節嘅方式，老太自家都檢查動態。兩位係啊，兩位要生人好多理解吼，佢家講佢會準備當到嘅驚喜，係總話會安尼吼。我當好過節，無論係馬上嘅生日，也係我嘅生日，我知道當年後聽出規劃動到嘅驚喜。我天是我哥哥。係實冇錢啊，幾時冇錢？幾時可能冇錢？嗰陣我當好規劃動到嘅驚喜，係講啊，我規劃嘅驚喜，偏偏知道動感痛，也係見叫下嘅時候，yes 成功咧，動手快，動手快。準備嘅就驚喜冇驚到啊，唔會叫用嘅。就講，因為冇驚到來逼人，攞嗌叫愛用，逼人，我出來逼人愛用，係啊。你講當得人驚。冇啦，係。當得人驚，不過至於咩老理解形容咩係個好過節嘅人。我說係我以前係真好過節，其實你還沒真好過節，不過我感覺你係因為我會期待有咩驚喜，不過大部分都冇。大部分都冇。可能我慳呢筆人過節。哦，什麼我？係，嗰種你下可能就會講名真係，因為過節做啲設計亂搞啊，我就請好設計亂搞嘛。還有嘛，該做啲梳禮物啊，係，剩下來就看到馬啥個用唔同嘅方式，係，不過最基本嘅就係愛食飯啦。嗰時候你後尾聽到有咩見面啊、食飯啊，就係基本嘅過節嘅方式。家下小鳳妹講到，佢家庭大幫咧節日咯，會太黏太闊哦。因為頭擺過節有嘛，過節的方式就會留朋友去食酒唱歌。哦，唔過啲下冇咁樣啊，啲下是有家庭了後是利用過節安尼理由講啊來，你大家出去傳下哦，去食好嘅啊，去食牛排啊，係啊，利用過節。係啦，咩停你過節兩日咧，規劃行嘅，抽定去鄉下嚟說冇平常時，那要安尼功夫係咪？係啊，平常時冇安尼機會啊。冇按功夫啦，嘿，阿仁妹咯，可能聽到按呢。我其實咩算好過節嘅人，我係知道我要記得我自家較重視嘅人咧，比如講就係2-3年嘅紀念日，係知道就約出來食飯啊，唔是講食到嘛太長，簡單食就好誒。你嘅禮物咩唔是準備啊，唔過就係嗬2-3年天初我記得，佢係2-3年嘅紀念日就做得。啊嘛，該就唔是準備2-3年見面，你對對。唔係，搶錢財做唔得。如果唔是準備，唔係行係可以食飯，我係空肉飯未做得啦，就係一個儀式感。要記得，幾年前你都哎呦，把書下，唔同埋標拍。
你想太多嘞。按牛就做嘞，就有葱丝的就做嘞。係啦，其實搭上年嗰隻咧方式咩冇強啦，唔過你下看一下，你當年嗬，搭上年都有同特別嘅嘢，韓國咧正嘅見來見到，冇像埋嘅叫嘢叫好埋嘅長長叫叫，咁生日後就埋嘅光棍節，兩條正嘅按到，小鳳知道兩條嘅正嘅，有哪個正嘅知道做得來回題。我幾有時看來就知道也係陷阱題，用白講那要按用套嘅，一個就太闊的本嚟挑啊，因為有的建議咩吼，對有的人來講無效，沒有意義。不過對有的人來講，咪好就知道，哎呀，有一隻情感在裏嘛，按你唔按用一幕嘅聽哦，錯冇？自己沒按就知道。然後小朋友強嘅感覺，會本人開，我係認真嘅回答呢題啊，會本人打死係咪？我問過係，梗係看奶啊，係啱啱拖一隻建議來飛睇有冇？梗係拖嚟嘅結婚紀念日。哇！做嘛？唔，日就全部死埋。黃太太，其實本意就談，而就全部死埋嘢，唔可以了解，因為嗌結婚紀念日係哪一年啲嘛？就係嗌嘅生日。做嘛會偷兩生日真嘅？哎呀，上錢呐！唔係，呢係有原因嘅，點解？因為結婚紀念日嘛，嗬，誒，那係嗌。為到我本用我準備嘅禮物本記，嚇，給一個驚喜。啊，我通我生日給你，見面為到我嘅生日來準備，就是我們兩個人都在互相為對方做準備啦。啊，你咩活動浪漫，錯嘛？要生日餐。呀，真係重點係啦，上錢咩啊？係啦，我哋這絕對唔唔記得。所以其實對細漢人來講，吼，兩件啊，就太簡單，就太土，真係都難記得。果不講吼，中秋然後佢準備鄉下，哎呀，唔記得。你定記嘅時間就當做本樣嘅生意，還是自家嘅生意，給假是冇辦法，就當做一個區間去做的。係咪？呀，就不會忘記，都是嘅本樣啊，朋友，去波波用解釋，全部抗議就對嘅啦。佢愛用禮物準備2分哦。冇。準備啦。佢準備嚟生日禮物，我準備本期嘅結婚主年禮物，係嘛？安尼公平啊？公平啊？冇公平。我也挺造風，因為我自己吼是哥嘅12月21號去跟人家告白。哦，因為我那個韓國假嘅生日係27號，我就想問看24號因為亞灘節，叫下哥結送誒，係唔係？唔就對20號還是對27號？當年慶祝，當年就慶祝。有動發錢呢？沒，拖一年之後呀。有奇怪，跟住邊個行卡生啲嘛？有奇怪，拖一隻暗號建議來標榜啦。沒有，老太太講，你係一個同浪漫嘅日咧。怎麼講？今年係2002年，就係瑪雅人講埋世界末日，2012世界末12月22號嘛。嗰時候我就前年然一個假設，今年冇世界末日，你田公你就聽下唔講好冇？哇！哦，謝謝，做嘛？好啦，沒啦，你下來看一下啦。電視機條線咧，即係觀眾朋友啦，下咩嚟看一下？哎呦！我要夾老外嘅成班嚟跳過去來看一下，大正嘅都有情人節，有12個節日都係情人節，韓國歌時間有嘅啊！都加上你 Q 啦，情人節就係東方情人節，一年當中有13個情人節，你敢知道咧？完全做得非常呀！大正嘅都14日都係情人節，係做當電影鬧人啲麼？用白講，因為你看有西洋情人，我知道啦，有西洋情人節，沒有東方情人節，七夕嘅情人節最好嘅呀！係講當日14號都過情人節吧，跟住冇生氣嘅呀，就冇感覺，你當當年就會過就冇感覺，係咪？跟阿人冇呀？知道，我飛踢，喂，踢出隻毛，你知道啊？某天就一定會14號讓我過節啦。其實就拖，比如講2-3年、20年係對人同重要嘅日咧，來過節咪做得啦，咩還有就係當然都係情人節。好，謝謝。哇，既然講到兩個節日，就想請大家來寫一下
對於來講吼，最重要嘅3個日咧，係乜嘅日咧？寫下3個來照時順序來排下吼。可能有人講係過年，有人講係生日，有人講係豬年嘅紀念日，咩有人講乜西方嘅情人節。到底對大家來講，哪3個日咧係最重要？電視機條前嘅觀眾朋友，咪思考一下。你寫好就到底標準來了，我來看小鳳寫好咧。哦，大家咩寫好了？其實大家都差唔多都要寫到咧生日，連個唔好過節嘅阿球妹，咩要寫到生日係冇？冇唔錯，因為我知道生日係我出世嘛，故說我爸爸媽媽提起啊就當為太本我出世，韓國生日啊他是做少，當每一本我出世，爸爸媽媽當3萬本我出世，係啦，媽媽當兵啦，係冇？母難日好不好？故說當出地紀念，韓國我聽說生日啊的時節，聽說愛數禮物，也係我唯一咧會數到動態禮物的建議。故說我聽說愛講生日係唯一充實嘅日咧。韓國聽日就係同男朋友嘅交往紀念日，有時候也當朋友，因為也係2-3年認識嘅時間。好咧，我第三個亞誕節咯。所以我勉強寫出來嘅，因為我真緊出題也2-3年嘅，其他做得冇一個，就從見面也係講一下，聖誕節快樂，安樣就做得咧。故說所以有3個建議。我看一下嘅紀念日親像嘅4廿冇都寫到。哦，王小鳳，你冇寫到咧。好好講翻咧，我記個太多咧，肯係講。我唔係冇充實，係我點到啲充實過年、中秋節個連續假日。過年啊，開年主意，哎呀，哎呦，唔係初一就唔可以假啦。唔係講實在，因為咪好，你過年但是嘅邊嘅假日較長，係冇中秋節，然後我也所有嘅邊假。我前一日個最保密嘅日，我全部會搶假。為什麼解咧？這個變年假，因為大家所識嘅王太太，嘿，伊係高雄人，我帶佢再去半日未看，唔知冇？冇講，嘿，較熱，我就帶佢就再去南部頭去高捷。嘿，我安尼男人咧，我講，特別多高雄人嘅排隊嘅咧，人頂大貨我全部。你剛都難講長哦。好，電視機條前嘅觀眾朋友，對於來講最重要嘅3個日係哪一個咧？你哋下先嚟下，等下再來繼續來講，太港用版準備過節了。真嘅，我所有嘅東西全部就本人空起了。我簽到當豬頭，簽到我簽名嘅同事就掉定嘅幾人，我說啊，祝你生日快樂，所有人都唔理我失戀，嗰時我知道紅人嘅人生有冇按比慘上也係本人沒殺。那今年我本來非常期待，結果就急性腸胃炎，叫嘟嘟吼，好情熱。歡迎大家都上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吼，假如講到大家嘅最重要嘅3個建議，一下請大家分享一下。對於來講，嘅人生最深刻嘅人日係哪一日？係還可以擘開回憶嘅阿 Q 妹先嚟分享下。嘿，我知道我有1年嘅生日，第一日喺嘅公司，我同事同我講嘅本我印象當深，係當深嘅原因就係我8點來到公司，我一去到我嘅 V 嘅行，哇！一個 V 嘅全部東西就唔見睇咧，乜嘅連天花。冇啦，主管唔記得老人講唔關 V 嘅啦。冇眼想我本嘢詞條路眼用嘅，我東西全部唔見睇天花啊，足底下嘅開嘅啊，我包含我嘅燈嘅啊，所有東西全部唔見睇。結果當個有一個細細嘅紙條，就同我講，我嘅東西都辦公室地度所有嘅 V 所，我自家去簽喎。嗰時候有可能我嘅天花變到我隔壁嘅天花當個，有可能我嘅電腦螢幕本人變到乜嘅倉庫地度，真係我所有嘅東西全部就本人空起來。我簽到當豬頭。你8點到11點都唔是做事啊。簽到我當上狗子，係我唔是做事，我簽到我簽名嘅同事就掉定嘅幾人，我說啊，祝你生日快樂。當時我就叫誒，你點解做乜嘅叫到按淒慘喎？你咪簽到痛辛苦。第一我簽到當辛苦，第二我前2日
失恋，所有人都唔理爱失恋。嗰時我知道好人嘅人生有乜按比慘上嘢係本人咩啥？頭因為唔係講佢係講人吼，講人當講人。你家對你來講，佢人生最純潔係哪一年啊？我們係生日嘅，有一年嘅生日，我就係我朋友第一整年以前就開始用我想講哦，生日就食飯聽聽嘛，我冇想聽到。哦，生日來了，我朋友就講你去教室底度攞我拿東西好冇？我唔知幾條條是係用嘅，全部嘅燈火都唔會開哦。我想講懂得人講禮貌，我就開始啲教室底度打開來。哦，幾條攞我安排動獎嘅。愛心啊，然後等等就布置很漂亮啊，就像求婚案樣。不過佢重要嘅係，佢哋做嘢生日樣片係做動成詞，因為你佢哋前嚟動到嗌愛咪嗰位對象，就嗌生日快樂，係嘅祝福，係祝福啦。我攞佢撩起來啦，係攞佢撩起來，係啊。你係歷任嘅愛咪嘅對象都來，吃誰都睇哦，懂厲害誒。佢都係前咩多？冇，因為佢節目係嗌攞嗌吃誰就懂好誒，嗰時候佢吃誰就快啲前到係，嗰時候佢做嘅生意樣片咪做懂叫。嗰時候其實兩咩動用心，不過看到人會吃到會驚嚇，會嚇死。不過坦講吼，小鳳對於最純潔嘅人生唔係好嘅，係一個當嚇人嘅故事。係，咩嗌咩佢用係生日啦，假講嗌生日就係結婚紀念日啦，因為當年咩吼，按你日子全部要慶祝3到4天啦，最長嘅有慶祝7天。當年好，年懂後。咩就可能南部按你可能2年，然後跟朋友就講，按都好叫咩做生日啊？來，唔好講高鐵咁我冇講係繼續按呢，反正就按你連燈就抽嘅，就當年就會大吃大喝懂嘢嘛。那今年我本來非常期待，你知嗎？結果就前一夜咯，咩一進來講已經是當天了，因為夠11點誒，肚子咕，做乖，結果急性腸胃炎，叫我肚吼，嘔青嘢，來了幾禮拜，送你嘅生日禮物啦。對，送來生日禮物，但咩連那個餐廳都訂好了，你知道嗎？哎呀，叫全冇失，就肚多嘅青嘢咩吼，唔好講嘔青嘢啦，嘅青嘢唔好講較青，我連飯嚟就唔是生，你知嘛？又睇佢真係真係一個比一個行啊行嘅，唔過行啊要行啊我爸嘅，就係整治儀。真嘅，你在生日嗌咩非常嘅印象深刻。唔過嘅嗌冇小鳳按才講，因為係嗌嘅機會清才講。你叫咩嘔青嘢？唔係，邊而下才講，因為嗌嘅機會係領養嘅，嗰時候嘅我是嗌就唔知嘅生日，嗌就想哦。嗌唔知阿弟係咩嘅生日，嗰時候記住人嗌強日就好咧。阿弟係叫嘅名。對，叫嘅名阿弟。嗰時嗌就想好啊，嘅有一年啊，你嗌就留阿弟向下過生日嘛，你就特別去聽嘅叫為咗我哋帶嘅民宿。嗰時嗌就帶嘅阿弟去，還有嗌嘅男朋友，去好多門口嘅時節，民宿嘅叫就行出來咧。嗌想民宿嘅叫應該。認清好啊，叫清好，因為佢係民宿嘅叫嘅嘛，對我嚟講，民宿嘅叫應該非常嘅親和力，熱情和善嘅叫嘅。當然佢就批，眼嘅是男的，眼嘅阿弟，佢就批，眼就哦好交朋友，做地，就交朋友。係批然後敷衍啊，佢就咬得眼嘅阿弟嘅頸係點喎？不用睇咧，嗰時眼阿弟眼嘅。民宿叫人哋就硬攞佢嚟睇，佢唔會咬得。阿弟要講嘛，緊喎。可能要啦，行通。哦，跟住人哋啊，後來阿弟就這你後來了後你點哦？阿弟非常嚴重，佢鴉片啊就有啲狂誒，佢就帶去急診，很瘋嘅診。後來呢，嗰陣時嗌嘅生日就批給阿弟出去急診了後阿弟就帶喺醫院，嗌就去食太床，嗰時來咩冇一歡喜啊，嗬。食唔落，真嘅啊，食唔落，我笑啊。係啊，即個重複咩？即個係復康影響。係啊，嗌嘅生日嘅。唐太家講了就，乃真經吃到了，終究唔會過節會啦。係啊，等然唔過除咗啦，等然嘅咩有當等然歡喜嘅地方，像喺你家同桌上安排了就驚喜本片上映。真嘅，做我朋友真係動幸運啦，嗬，動幸福啦。我敢知道。好啦，因為我有一班呢就為我姊妹過生日，我就姊妹盤啊。係姊妹盤，我準備嘅100隻
鸡乖的，韓國係威比嘅雞乖，就動弄慢啲嘛，我就老幾部行全部講好勢哦，我就講，那個誰嘅阿妹吼，我定下愛過去帶點動到嘅雞乖，唔做咪老幾講哦，我說啊，嘅雞乖呢就全部排到佢檢房店度衝結婚、求婚按用，真有求婚係冇？咩都動態呢？動態啊，韓國嘅隻眼就動無情啲嘛，嘅威比嘅雞乖啊，一集動貴差唔多幾40條啊30條，我準備100集出來3000條嘛，啊3000條就冇嘅啊，我就想講，用做唔定，我就搶點㗎，啊拜託啦，便宜啲嘅好冇，佢就講做唔定做咧，希望你哋切價來打。切價係關機雞乖嘅，有就講好，我有切價呢就先來關100隻嘅雞乖嘅哦，切價來關哦，關好以後呢，我就去奧多拜用綠色台總定嘅雞乖，按用要當緊比賽，係啊，冇錯，跟住叫咩動歡喜嘅，後面呢就攞嘅雞乖呢排到嘅檢房地度，叫咩動歡喜啊，動感唔同，做男朋友，做男朋友，最近做男朋友動幸福啊！跟男朋友過後要叫冇？冇叫，我真係看心啲嘛！我看到佢就完全懵眼傻眼了，佢就想講發生乜嘅事情呢？我就見到一個，你因為冇叫我愛用心，老愛叫我，老愛叫，你在開始嚟天天就是小小的哭一下，這樣意思啊，係啊，意思啊，知道佢唔係為到嚟嘅講起來，叫佢本佢嚇到。對啦，真係拍到。見俾人叫咗乜雞咯？我係有成就感嘛，懂得高上映有啲成就感做乜雞咯？係啊，老人收上又係成就感。所以講咯，所以老本樣喺其他人做過乜雞動特別嘅講起咯。自由王太太冇騙人，冇講嘅講嘅冇係標。自由王太太冇計往時佢啲台北，嗌啲苗栗，有一年佢過生日，啊佢啲台北啦。我喊啲苗栗咯，攞伊講晚安哦，已經過生日點，攞伊講生日快樂。叫我天發掛體以後，叫我是半夜要2點人嘅，我5點就坐火車，吼，馬上上台北。叫我啲門口照管理，當然就話，早安，吼，你今日想要什麼嘅東西啊？哦，好，我躺到佢去買，就啲門口等，因為佢時間都喺上班，一開門 surprise，然後就那早餐就本佢嘅，佢啲講係用心，佢啲講。最大禮物唔係嘅早餐，哦，好收翻咯，應該親親我。對啊，做乜都喺電視條件放閃，按場面。咩啊？而家講咩高階嘛，係嘛？這是很棒，比人家俾人叫字嘅較好啦。真嘅啦，我知道這下冇人喺其他人假設我係小鳳嘅朋友嘅時間，我就我加本。真嘅啦，我不知道你舒服對啊，舒服啊。佢阿人冇咯，你說鬼巴哥嘛該講起咯。我鬼巴都懂單純，懂簡單，就會爭唔啲我男朋友嘅生日。我就唔記得咧，唔過我下班嘅時間就同佢講，我其實意欲嘅一件全行2三就去食飯，食完飯過後2三就準喎，要同佢揸冇準備結論交同禮物，我就會同佢講，係咪想食飯？佢就我冇想食飯，佢嗌想食飯，我就夾去做下奶啦。結論交祝生日快樂，就送佢。你人咧揸唔掂咧，人係揸弱智。原來係冇中央氣係啦，哎呀，你懂單純啊！阿人冇就轉做點多做嘛，假使佢喺老傾住就講，嗌冇喺老人傾住個，冇其他哦。係啦，唔過有人講吼，不期不待，不受傷害，那個最大嘅受害者就係曾志怡啊。冇唔錯，因為我想唔錯嘛，估數我非常好分享。講呢，見到我當年嘅感覺，當年你見當年啊？也係提供嘅係嘛？大部分應期待，應冇驚喜，估數我哋下電腦就冇期待，係冇期，要到啲驚喜就簽好嚟嚇。係啦，就是不期不待，應該好啲嘅，保持平常心，假使你就準備
會唔會有人老係過生日？結果今日過題，問有人老人講一句生日快樂，你就知道懂什麼，係唔係？啱思你假啦，係啦，啱思藝啦。誒，阿喬咪頭擺咩有期望變做什麼嘅經驗？有，其實就我有寫吼，我為從事嘅其實輕鬆要就係我嘅生日，我一交往我就同我男朋友講嘅，我乜嘅建議就做得唔是講唔講生日平常愛過，嗰陣時係喊提前就去聽那個韓國嘅配用來食咯，那個是13年差唔多1000塊，按用嘅小費，唔過嗰陣時我男朋友生日3歲，嗰陣佢喊啲嘅託數，嗰陣時嘟好佢開始有動態嘅親密。就幾件天后傳行了，唔過我去到幾片以前佢去2000，哇，佢幾度冇到1000塊，嗰陣我就講好，佢去食小火鍋，我講後我就真到冇看，我就去架去到嘅片手底部跳喺流木陣，我知道哦。懂得意思嗬，當時嘅小朋友，唔過我要知道，這麼嘅人唔提前先規劃好先，這麼嘅唔先攞錢留下來，我又沒有愛送愛錢，對，嗰陣時我就知道懂輸送。嗰時候佢嘅充電就係模式到快，唔係男朋友冇錢，最重要係朋友。韓國嘅朋友係啦，唔過談講你家按會規劃講起嘅人，其實沒有個準備按到嘅講起，對方冇要件嘅人。總嚟講冇要件，因為像有一擺我就實拍咧，我知道。因為按用啲嘛，因為我老我男朋友係演戲的，幾時嘅導演咯，佢係啲非洲要轉到香港，我就想講好啊，嚟去接機好咧，去到香港接機好咧，我啲飯店啊、機票啊都準備好曬來哦。幾時佢咩啲非洲冇嗌講，我嚟請我哦，冇嘅話我就去解規劃事情咯。唔過我要做唔嚟到佢講，我條條啲簽件啲嘛，我就講我係要條路啦，咁樣，我就唔知應用嘅來演技啦，係結果呢，佢就冇嗌講，因為確定佢冇來行嘅安排事情咯，我就啲提吐講，唉，好啦，我去簽你。唔錯啊，我啲規劃係知道，我啲規劃實拍咧，因為我按用我是懂片啊。你就是這種唔老佢講嚇，要講佢要準備到，老佢講。一講起有模態，都在用解釋，故作夾夾老男朋友離開下講，好啦，沒啦，唔係重點沒咧，重點沒啊，就係老男朋友好好溝通，有一個默契，安排都會多幾日咧，就會來準備一下哈。不過談講哈，阿爺妹有一個當定人嘅故事，聊下閒聊下，等下再來談阿爺妹當定人嘅故事了。就來去陪個男朋友講起好誒，條條去個間房空起來，去嚇個男朋友哎呀，同其他都想等下看到男朋友會嗰種太搞溫來溫去嗰種我就會買安全牌嘅禮物，比如講買個過身體嘅啊。即係係安全牌，因為搞溫禮物嗰種是可能有寫啦，咩有寫嘛，你就睇個太搞都實際用嘅，這樣唔會出差錯嘛。保險套以前未做的。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嗰節目現場嗬，加油講到談講阿爺妹要談過一個當定人講嘅故事，講起變講人嘅故事嗬。當定人講 ，Oh my God，OMG，Oh my 天公伯，真嘅，嘅係捱發生啲捱姊妹盤。他自己真實的故事啊！嘅故事啊！其實佢唔係高姐，唔過佢咩係想去準備一張講起本嘅男朋友，就係啊，嘅男朋友嘅用時啊，拄好嘅差未出國出差，啊，我嘅朋友拄好哦，愛啲嘅男朋友愛轉來經驗，轉來台灣經驗，拄好去台北做事，伊做事過去就想講，佢就來去陪個男朋友講起好誒，條條去個間房空起來，去嚇個男朋友啊呀！佢用時叫算好，個男朋友差唔多啱到11點就會到屋下，佢叫咗我還要等到時間9點就到嘅啊，同其他都想等下看到男朋友會跟住就講冇乜事情喺度看，忽然間就看到隻垃圾桶，佢想講因為垃圾桶要出國按到你冇先得垃圾咯，佢就先同我講，佢啊先前全冇想講我去變人家垃圾桶一件事情，從來都冇。嗰時佢喺度同我講，
也真件係西門人出嫁嘅感覺，佢就腦夾垃圾桶用變開來。阿妹哦，阿妹我係看到買個東西啦。就會看到嘅用過嘅保險套。哇！真件係講起變講人呢。真件，佢看到就傻眼、慌張嘅想講，我朋友就同我講。佢當叫冇去夾男朋友嘅用嚟冇有按樣嘅東西，故所佢就等一出等到佢男朋友進來，一打開門，佢看到我朋友咩同歡喜啊，叫無見啊，就同我嘅男朋友，那我朋友嘅時間，我朋友就同佢講，嘅垃圾桶呢度係乜東西？奇怪。唔係普通嘅結果哦，冇按單純哦。故所嘅男朋友歡喜嘅面就一下就面白白，嘿，一下就變咧，就踢踢突突就就聲音講，係朋友。哇！แล้ว真件係講起變到講人嘅故事。真件，故所我朋友啊，就同佢攤牌，故所。故所咧故事老人你講，也唔好凊彩俾男朋友講起。真件會嚇到，真件好奇心會持續一集沒有？沒有誒，真件，故所就分數誒。剛剛大家都講到按到講起變到講人嘅故事，你還問大家，因過年過節上是會送禮物嘛？大家知道最難送禮物係買啥嘢？係四太人啊，男朋友、女朋友，係爸爸媽媽最難送禮物係買啥嘢？小鳳，而家講到嘅啊，就四太人啊。我知道我爸爸媽媽嘅禮物最難送，因為我特別我送物嘅苗，佢哋知道講，哎呀，冇浪費錢啦，錢我重起來啦。故所我知道四太人嘅最難送。上講要帶幾條出去嘛？有啊，特別講，我帶幾條出去，那會了，佢就講啊冇愛啦，麻煩啦，要愛花錢，係要愛花錢。唔過我想我爸嘅禮物咪好，我後來就揾送禮，細大較好選啦，就可能。皮鞋啦、包包啦、衫褲啦、皮帶嘅，乜嘢都嚟送。亞美禮物就當難買，唔點啊？當難托。唔係，因為亞美咪好，你買聽茶吃到乖乖，安尼送人乖乖；買聽好嘅叫唔敢用，唔點。真嘅。帶佢出去了叫冇愛啦，講佢攞把傳糖水叫講係甘願去個掃台面來食。保險呐，保險呐。跟勇敢曬喏。然後最後嘅有方法咧。就讓我小湯圓送本佢就好啦。係啦，真嘅，嘅阿公阿婆吼，一看到這個孫嘅孫哦，就會跳到跳嗲嗲喲。係，我要都係丟包係嘛，叫好。因為當強爽，係就本錢。係啊，阿婆就會當下啲嘅孫嘅，故所本意看到啲係咪嘅當好嘅禮物，哦，自家做嘢咪當強爽，所以出去了係咪？嘅阿喬們，你知道你送禮物對你來講係咪當太嘅課題？真嘅，我當唔會送電路。因為我有兩個同我親好嘅好朋友，3年大拜過節，既然做嚟講冇特別送電路誒，做乜嘅？因為太難送誒，當然都會想講送落去送乜嘅東西哈吼。嗰時候一下研究。係講嘟好啲嘅生意以前有談到講佢欠嘛嘅，也就嘟好，我就會買幾樣東西送本佢。不過係冇人可能就食飯甜甜，因為送電路真係太難。跟有上次唔係有嗰種搞本電路啊、搞本禮物啦，嗰種太搞本來本去嗰種我就會買安全牌嘅禮物，比如講買個過身體嘅啊、過數嘅嗰種乳液啊、還護唇膏啊，要嘅東西就係安全嘅東西，我一下差唔多行這個安全嘅路線。真係喺安全牌，我哋搞完禮物，嘅樣時可能有細啦，咩有細冇，你就睇嘅哦，大家都死得用嘅，這樣唔會出差錯嘛。保險套以前未做得。咩要女生，細妹細來都做得。我呢個有人單身嘅，可能咩用唔到。都幾怪盤。最後係按你啦，係。嘅阿志爺，你要託禮物有乜嘅技巧呢？我都會送禮物俾我嘅爸爸媽媽，不過後來我發現我都送唔到對嘅禮物，因為有啲時候可能送本佢哋嘅可能冇想我，唔係真正想我嘅，係係需要嘅。慢慢嘅我就唔會送佢哋禮物，係平常時我會送啲細細嘅禮物俾佢哋，可能佢哋需要摸嘅啊，係乜嘅樣就會平常時就會送細禮物。即係出題過年過節送禮，平常時家庭送電路送禮物，做咩做啲數買年時？冇啦。
嘿，平常是其他的好朋友、亲戚好朋友没有送礼物係冇？冇，一般嘅親戚好朋友我完全唔會送禮物，除非講記得送禮物，本來會回禮嘛。唔過像真係較好嘅細妹朋友，我感覺安全牌就係做地送嘛嘅化妝品啊，還有唇膏啊，你一定會記得一定會中意嘅。像我感覺你下最難送禮物嘅，可能有啲係因為像男朋友，因為男朋友可能佢想去驚喜，唔過我想去驚喜又會送本佢真嘅喜歡嘅，因為佢想去驚喜，你就唔好直接問講，你想買個東西，你需要買個東西就會上千度，又希望做地送本佢就歡喜又喜歡嘿。聽講嗬，阿瑩妹係唔係有一個當感動嘅故事？真嘅動感通，也就係我自家嘅故事誒。我有準備，當年前阿爸，因為我先講佢係一個當傳統嘅台南人，客家台南人，即係客母姑啦。客家母姑，佢愛我，佢都冇同我講嗰種台南人。古時候我哋漢人同我講嘛，講我愛我啊，生日快樂。古時候有一年我生日，佢就當拿個年曆紙來寫來，有啊，係泛黃嘅有嘛？啲嘢就嘅特別食飯要 K 骨頭拿來貼報紙。又唔係，又對我來講，多感動嘅。雖然佢唔係卡片，不過佢年曆紙寫得生日快樂，對阿用母姑嘅客家台南人來講，當難得。係，不過阿用當感動，不過還有係因為啊，佢嘅用時啊，年曆紙地度夾定咧2種1000元，2000元。嗰個充電唔係2時間。唔係啦，也咩充電。咩嘅2000元應該留定，但係我留一張報紙都嘛。係啊，帶唔上去啊。係啊，我用鐵嚟，我一咧輕鬆嘅，因為樹下係文土嘅東西。係啦，你韓國喺爸爸第一擺樹下送本嘅生日嘅祝福，加種嘅樹下東西真嘅當有文土，佢阿舅們有樹到嘛，該吃到當感通嘅東西咯。冇錯。唔使做嘛，唔多做嘛。擺 pose。結放歌係嘛？沒有，我哋看一下我嘅石碑位有冇？點啊！嘿，真嘅要到石碑位要當過，唔單槍有我嘅名誒，以前嘅英文詩都當過，因為呀，規照石碑位對呀，這個表帶啊，都要表面啊，都底度嘅圖案啊，全部就係我男朋友佢自家去選嘅，自家去客製化。自家去偷嘅。韓國係演對香港按用聽歌來嘅，故說要將藝術到今年嘅動態嘅上映。我要看到你 Facebook 有點，當然啦，哎呦，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當家看我主持就掛電呀，哎呦，根本就係變嘅阿小鳳。聽錯嘅嚇。你有乜嘅了不起呢？你湊個飛機嘅冇乜嘅啦。都話講法人哋算丟丟咯。我沒有數到當好嘅東西啊。我冇想談好。好啦，跟你講來講，佢按好準備驚喜撥配上，即個有數過嘛？該驚喜。我剛剛講嘅飛出，我係飛出嘅情人節嘛，因為我男朋友係演戲嚟嘛，佢演戲嚟嘅同時，我就接上我唔記得要情人節，馬上老外講啲嘛，我說係接上我老爺建議啊飛出，即個嚟飛出，唔過話一情人節對我來講啊，應該係講係數到最難忘嘅禮物咧，因為有一擺呢，我嗰時行啲做條路，做嘅內勤嘛。有一3年後，佢就準備嚟貴太百嘅花送到我嘅桌檔，佢就想講嚇，冇可能係我男朋友啲肥豬愛用嘅素材，唔過佢就想講馬啥我愛用送我花嗬，我就見款嘅卡片，當歌寫到阿能，阿能一3年係我殺到什麼工人你知冇？係啊，就講我應什麼嘅工人去仰慕我係冇，冇我就見上到底係馬啥？原來係我男朋友，因為我男朋友老我就有點偏啦，就係我有點聲音是阿雄，就是個人工嘅。佢呢就想講用阿雄嘅名義送本藝花，唔過佢就想講，喺講啊台灣人嗬，看到一阿雄送藝花，係咪乖乖？佢就加聰明講，攞個貨師啊，係攞去詞體變做能呀雜師，故說呢，佢就係阿能咩無卡貨啊？係唔知啊，我唔知佢係做什麼嘅，唔過我做動感通啦，因為我冇個情人節要按到嘅太白嘅飯店嘛，唔過也係提白係啊，唔好喎。
哎呦，石头俩今日嘅主题我叫做放闪大会呢。没啊，真嘅，唔係阿俩講嘅東西，那石頭俩都講起，唔係吃到懂歡喜哈。觀眾朋友，你石頭嘛該講起嘅禮物，本你吃到懂感都懂存起啦。下一段節目做啦，你繼續來講啲嘅話題咯。眼松哥嘛該，所講嘅樹立嘅。嗰時你今日帶來上海送本內生意。切都會同大家講，啲按樣天房帶來，唔可以帶個帶進去嘅。其實當當然送大陸，大部分就當中因為大家都有發現事，係上海以來就是馬個大陸就做得嘅。今日做得嘛？今日係送本冇得送好嘅啦。哎呀，你看你收本矮喎，收本偏你啦。大陸還有50隻。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太上宮嘅節目現場哈，家小鳳有講到哈，最感動本最知道最有誠意嘅禮物係乜嘢呢？係最特別嘅係乜嘢禮物？嗰種是我生意佢送嚟兩種嘅高級嘅下午茶餐券，係，還有一種嘅卡片裡邊還有一種叫做丟包券，每個人都丟包券啊！就係講我去食下午茶經驗有冇？我做得用那張券去到。我朋友對問，講我做得到我生意嘅木本記，嘿，我知道有獨處嘅時間，要做夜話了後面嗬，要獨處嘅丟包券，要最後嘅禮物，你知嘛？係當創業嘅丟包券啊！所以有人講嗬，結婚嗬，結生完過後，兩公婆之間去冇浪漫嘅時間，完全嘅全心全意，完全就冇獨處嘅時間，你知嘛？大家都講到最感動嘅禮物，唔過上次嗬，你話講起咪變做講人，有試過買個講人嘅禮物冇？阿權冇？真係我要個禮物嗬，真係係非常非常嘅得人講，因為我要曉一個寵物係怪嘅，真嘅怪嘅，係我嘅寵物。嗰時我就當好比如講怪嘅嘅筆咧啊，就是它那個青蛙嘅造型啊，全部都當中意。嗰時我嘅朋友就去日本沖繩去了，佢做了一時，佢就講阿權妹有人清好嘅怪嘅電腦送本，結果我打開一看，係一個真件嘅怪嘅細體做成了標洗手嘅，洗手中嘅零錢包，一怪嘅最打開來就做標錢落去，標到天嚟行嚟行過去，就會嚇到，真係當電影樣。如果你種電腦真係唔掂愛笑，就係愛叫嗬。唔過你而家唔敢說數到本看到昂睇嘅電腦嘛？有我真係有一擺數到昂睇嘅禮物，用蠻講咧，因為有一擺演出全部嘅朋友嗬，差唔多有30吧，搶下來做嘅交換禮物，哇！一禮物真係昂睇，啲買嘅東西冇。打開來幾個驚喜包，唔知冇？一驚喜包，看到咧就會買個2手的沐浴露，還有用過嘅沐浴露，用過嘅洗髮露啊，用過嘅有就看下有用過，唔過我儲到嘅朋友又唔係攞嚟動手勢，佢說哦，很重要，我要看呀沐浴露誒，按姿勢什麼干槍，什麼干槍嘅。即可能係佢自家用嘅石頭唔夾，所以故所叫來交換禮物嘅時候送俾大家。所以數到啲嘅東西真係會騙，也係會笑，真會騙死嚇。嘅，而且你是讀過啲數到本年吃到會昂睇嘅禮物嘛？我即個係冇數到，唔過我會吃到當奇怪，因為我嘅朋友數到我嘅禮物都會昂睇。我根本一來本大家品評嚟，我要帶來。像係我先講，人家結婚嘅時節嗬，我就送佢嘛碗。係咪用嚟做咩碗啊？佢當紅下頂，當有意義文字下頂，乜個煙薄片香送。你有寫李總嘅名係嘛？嘅冇，唔講我用嘅要送呀，我就會刺激薄片2隻絲啊！唔講呀，公婆啊，我用嘅薄薄糯糯，平平薄薄，呀碗要圓圓咩？我圓圓慢慢。我說呀，董好啊，還有個高溫禮物要麼，我要帶來現場來，大家來看，你看呀，就按定人像按獎嘅發昂誒，係嘛？有獎真嘅就唔看，人家就真嘅係名利人呐，你看呀，懂設計啊，懂得用途，你做點樣誒？用筆啦，即係筆頭，用筆頭嚟開跳稿哦，用仔嘅乾咧，沒做得，一條路咪一號哦，懂使用啊，還有顏送過嘛嘅。
做工树蜡呗。要去做苦跟树蜡呗。哎，因为平常时看到会拍摄的咩，你看也有发现了，是他们耶诞节、圣诞节有时候大家开始有些的方面呢。对啊，你看器材做得用么？做得啦，要圣诞节不换了。不错，今日带来上海送盆奶上瘾。我切都會同大家講，我啲安陽天房帶來，我唔會帶個帶進去嘅。我知道嗬，我同呀黃小鳳先生講好，我就那當然會提升啦。不是哪一啦？那這個有下浮萍煙哦。唔係啊，佢冇人嚟一版。我哋冇下啦，冇。我哋做得啦。係啊，要家庭咧懂生拍。什麼夢想夢推嘅阿爺冇？我用知道我哋看方面的啦。哎，冇啦。其實佢假時候真件送到數到啲東西，哎，唔會冇夾冇曬嘅時間。你下好我背國外咩有兩種嘛自聽電路嘅強大，做啲自聽兩種，哎，你使用嘛該片，你就做啲兩個方向來送人哋禮物，大家知道有支持嘛，有幾成影響家屬好冇？哦，有3上嘅，先可以問阿志以後咧。因為人講到自聽電路啊，自聽禮物，某一天真嘅唔好，因為從我睇了後感覺，感面送對禮物咩唔好，本意講起要送對禮物，哎，個理解咯。你每次都自聽禮物非常的好，因為安永就唔是大送錢啊，唔會送唔錯嘛。唔過我自家係非常中意講起啦，故說係做啲發出希望機啊，做啲本來指定前男友有啲講起哦。真嘅5年前開帶陣，用版就咩唔清楚，人都在去上馬街嗬，哎，個阿人妹喏，唔會做馬街會按幾時啊？係唔係大家數到人電路可以知道啊？未愛。因為自聽電路那冇咩後邊要當按用嘅樹蠟嚟點啊？大家朋友都動講嚟送安樣乖乖禮物係嘛？唔係，我知道嗬，我係想佢想喺馬街。太巧嘅啦，真件年紀見來見太嗬，送嘅禮物我較實際啲嘅，你就中秋嗬，就直接同佢講，我喺馬街，我又唔是講要去奶錢嘛，要用啊，我要講講唔送嘅，嚇，用送啊，安用嘅東西咯，安用嘅反應，下一個嚇，哦，大乜嘢？係咪？哦，直接同佢講，我喺馬街，嚇，安用你較上司。哎，你唔單止有幾時拍嘅，咩要反對拍嘅阿權。因為我知道，就像我講，我就搶好過商業聽聽啦，跟你就商業壓榨時間，你就注意一下，我欠嘛個，比如講要10倍，我就會我10年前10年全部就掛窮一隻10倍。嗰種我男朋友就第一件事情，今年就送我一隻新的10倍。我就知道，其實當到人送我的路，我大部分就當中意，因為大家都有發心思。我喺上海以來就是嘛個的路，我就做得給你。佢也做得嘛？給你還送我哎呀，你看那收工矮喎，收唔便宜啦。你冇睇有50隻，有50隻，不說一定會自聽，不說一定會自聽。還要咁多。跟住每一下逢小逢知道假是你冇送禮物，我用版來過節咧。其實咪好，不過係自聽啊，冇自聽啊，來做排盤就會最好誒。你就轉去排佢嘅事態哈，聊聊天，然後佢就打轉顧。街度就吃到啲係最好嘅禮物嘅，只要人生行好好就到得。唔過我知道咩嗬？假使我本期就知道，根本嘅嗰隻係當 TP 嘅營業有一個方法。你當然賺咩好就冇意義嘅咩，係嘛？故說你就當然冇愛賺，公然嗰隻當賺，叫賺100，你就知道啊，根本嘅限 TP 咯，對吧？加個啦，兩真嘅係講起就變成講人，唔賺嘢做嘛嘅，都在兩隻拉嘅係捱拉嘅冇啊，係唔係冇？講社會，講社會。嘅觀眾朋友都得考慮一下，假使你平常時嘅公然嗰隻甲下冇準備電路冇相關，老人做牌最好嘅電路，希望大家咪有好嘅嘢咧，下禮拜。同一時間，我哋繼續來收看《後生睇上股》，要發太假歌，我哋將來聊聊，拜拜，拜拜。